各位朋友，我們嚟聊聊下半年。我知道上半年大家過得都比較辛苦，經濟環境不理想，投資市場波動，大不受人，手頭資金緊張，工作上也遇到各種阻滯。有些人借出去的錢收不回嚟，有些人計劃好的事情實現生變，還有人因為壓力太大，情緒和健康都受到影響。這些情況過去半年聽到很多朋友反映，但是我可以在這裏告訴你，從現在開始，那種不順遂嘅日子正式結束啦。因為下半年嘅整體氣場已經轉變，整個局勢正在重新洗牌。有人會繼續下滑，但更多人會迎來明顯嘅上升機會。關鍵在於你是否準備好，以及是否知道該往哪個方向用力。為什麼樣說？我們先從整體氣候講起。2026年天干丙火，地支屬火，整年火氣都偏重，火代表熱情行動力，但一代表急躁和消耗。上半年火氣最烈，就像大火燃燒一樣，大家的脾氣變得暴躁，社會上嘅資金流動非常頻繁，但錢財往往左手進右手出，真正能留下嚟嘅不多。很多人覺得自己忙咗一場，結果好大壞是空嘅。不過任何事物走到極致就會轉化，火燒到最旺嘅時候，自然會開始減弱。進入秋天之後，陰氣逐漸增值到咗冬天，水氣正式主導全局。水代表什麼？水就是財，就是真正值金錢。水也代表流通，代表資源嘅流動和交換。換句話，下半年整個賺錢嘅邏輯會和上半年完全不同。上半年憑嘅是速度，下半年憑些耐心和眼光。這是一次10年難得一見嘅轉折點。你看看身邊有些人上半年係平平無奇，甚至過得相當狼狽，但下半年可能突然富貴起來，這種情況在命理上並不罕見。關鍵在於個人嘅生肖五行和流年氣場是否配合。我直接點明3個生肖。今日下半年嘅財運轉好信號最為明顯，值得特別留意。第一位，屬狗的朋友，苦盡甘來，貴人相助。屬狗的朋友，你咪不用住再忍耐啦。上半年你咪特別覺得自己付出很多，幫人幫到底，結果不但沒有回報，反而俾人利用。你們天生重義氣、重感情，對家人對朋友總是掏心掏肺，識別人開口請求，你們很難拒絕。但是上半年這種善良反而讓唔出嚟不所謂，借出去的錢收不回來，幫了別人卻耽誤了自己嘅事情，甚至有人把你們的付出當作理所。當然時間久了，你們嘅情就開始低落，睡眠品質變差，身體也出現各種小毛病。不過下半年情況會完全不同。你們命宮中有2顆非常重要嘅吉星入住，分別是8座和龍德。8座代表貴人，而且是有地位、有實力嘅貴人；龍德則代表名聲和財富嘅雙重加持。這2顆星同時出現，代表你們會得到重要人物嘅賞識和幫助。這位貴人可能你們嘅上司長輩，也可能是行業內有影響力嘅人，他們會在關鍵時刻拉你們一把，幫你們解決難題，或者直接介紹有份量嘅生意和合作機會。對於打工嘅朋友嚟作，下半年有機會被上司看中，獲得加薪或升職，甚至有機會被其他公司挖角，薪酬待遇跳升一級。對於做生意嘅朋友嚟作，現有客戶會更願意長期合作，新客戶又會主動上門。尤其是農到8月、9月、10月這3個月，貴人出現嘅頻率最高，機會也最多。財運方面，你們嘅正財收入會穩定經濟，偏財運也相當不錯。之前買入的股票基金，下半年有機會在合適嘅時機賣出，獲得可觀嘅回報。即使只是偶爾買張彩票，中獎的機率也比平時略高。另外，你們的子女運在下半年又會好轉，子女會變得更加懂事，工作上進，收入增加，甚至會主動孝順你們，讓你們在親友面前很有面子。整體來說，你們的家庭氣氛會變得和諧，心情也會隨之好轉。不過有幾點需要特別留意。當你們手頭開始寬裕嘅時候，身邊一定會有人注意到，有些人會突然約你們見面，態度熱情，或有好項目介紹；有些人則會開口借錢，理由五花八門。我必須鄭重提醒你們，下半年無論面對任乜人都要記住4個字：財不露眼。即使是最好嘅朋友或親戚，涉及金錢借貸或陌生投資時，一定要謹慎考慮。如果一時心軟，已經到手嘅財運可能會白白流失。另外，從行業和出生時間嘅角度嚟看，如果你是在公曆3月6日至8月8日期間出生嘅朋友，屬於熱命或平命人，今年火氣重，下半年要以水嚟平衡。你可以在家中嘅飯廳或廚房放一杯乾淨嘅清水，旁邊擺放6粒石頭或6枚銅錢，即係最簡單嘅催財方法。
有助於穩定財運，減少不必嘅開支。如果你是在公歷8月8日至次年3月6日期間出生嘅朋友，屬於寒命人，下半年火氣對你有幫助，財運會更旺。你可以在家中或辦公室嘅東南方放置紅色或黃色嘅裝飾品，例如紅色嘅中國結或黃色嘅水晶，有助於進一步催旺貴人和財運。第二位屬虎的朋友，爆發力全開，霸氣回歸。屬虎的朋友，你咪上半年成日都覺得有志難伸，你咪天生有能力、有膽識、有野心，做事果斷爽快。但是上半年你咪卻處處受到壓制，計劃好嘅事情總是無法順利推進。工作上遇到阻礙，同事或合作夥伴不配合，甚至有人在背後搞小動作。你唔叻脾氣本來就比較烈，在這種情況下變得更暴躁，容易和伴侶家人發生爭執。家裏嘅氣氛緊張，連帶睡眠質量和肝膽健康都受到影響。不過，這種情況在下半年會全面逆轉。從五行角度嚟看，你唔屬木，而下半年屬火，木生火，即係一個相生嘅關係。你命嘅能量會從壓抑中釋放出嚟，就像驚柴遇到烈火，一旦點燃就勢不可擋。過好半年積累的經驗和資源，會在下半年成為你命爆發的燃料。你命嘅命宮中有三台和將星兩顆吉星。三台代表地位和權力，將星代表領導力和指揮力。這兩顆星同時出現，意味着你有機會重新掌握主導權。無論在職場還是商場上，都有機會成為話事人。做生意嘅朋友，舊客戶會主動回頭，新客戶會陸續增加，成業額有機會在短期內倍增。打工嘅朋友，你命嘅領導能力會被高層看見，有機會獨立負責重要項目，或者跨督升職加薪嘅機會。年終獎金和分紅也有望創新高。偏財方面，你咪下半年嘅判斷力會特別敏捷，投資股票或商業項目時，你唔嘅直覺和眼光會比平時更準，時機把握得好，獲利的機會自然增加。不過偏財始終帶有波動性，建議適當控制風險，不要過度集中在情感和人際關係方面。下半年你咪嘅貴人運和桃花運都算唔錯，人緣會逐漸好轉。但你咪有一個致命嘅缺點，就係氣焰太盛，容易因為成功而變得驕傲自滿。就風水命理中，伴侶就是你唔嘅財星。如果因為賺到錢就對伴侶態度傲慢，甚至看不起對方，財運就會隨之受損。你唔對家庭越溫和，對伴侶越尊重，財運就越穩定。呢個道理聽起嚟簡單，但做起嚟需要你們主動調整心態。從出生時間嚟看，如果你是在公歷8月8日至次年3月6日期間出生嘅屬虎朋友，屬於寒命人，下半年火氣對你是助力，善勢會更旺。建議你檢查家中嘅正東方和東南方，這兩個方位代表木火相生，是催旺運勢嘅關鍵位置。清除這兩個方位嘅雜物，擺放綠色植物或紅色裝飾品，例如紅色中國結或9個小紅包，可以形成所謂嘅木火通明催財局，對提升整體運勢和財運都有幫助。如果你是在公司3月6日至8月8日期間出生嘅朋友，屬於熱命人，下半年要適當控制火氣，避免過度進取。建議多喝水，保持心境平和，不要在情緒不穩時做重大決定。第三位屬猴嘅朋友，走動生財，穩步獲利。屬猴嘅朋友，你哋上半年是不是覺得自己明明聰明靈活，卻總是遇到小人阻你？你哋嘅頭腦轉得快，對商機嘅嗅覺也很敏銳。但是上半年你哋嘅計劃常常被人干擾，合作夥伴不配合，上司或客戶的態度反覆，導致收入不穩定，支出卻不斷增加。你唔為家庭和朋友付出了不少，但回報卻不成比例，心情難免鬱悶。不過下半年情況會明顯好轉。你命嘅財運屬於動中生財嘅類型，財富來源往往來自變動和遠方。傳統命理有一句話叫馬奔財香，發於猛虎。意思係話越願意走動，越願意接觸新環境嘅人，財富累積嘅速度越快。對於屬猴嘅朋友來作，下半年如果有人邀請你出差到外地考察、開拓新市場，或者參與一些你以前冇接觸過嘅新行業、新項目，我建議你認真考慮，不要輕易拒絕。因為你哋貴人和財運有很大一部分都在外地或新領域，從事物流運輸、旅遊、網上銷售、跨境貿易等行業嘅朋友，下半年嘅訂單和合作機會會明顯增加。即使你已經退休或半退休，下半年多出門旅行，多和舊朋友聚會，也有機會獲得有價值嘅資訊，或者遇到對家族有幫助嘅貴人。總之，你下半年越願意走出去，財運就會越好，而且往往是在不知不覺中累積財富，讓身邊嘅人都感到驚嘅。
不過走動多亦意味着風險相對提高，交通意外、身體損傷、金錢上嘅意外支出，這些都有可能出現。化解方法其實很簡單，就是主動進行有意義嘅消棄，例如告白一些保值嘅物品，像金條、金器或優質手錶，或者安排一次家庭旅行，用開心有價值嘅方式嚟應對財運上嘅波動。另外，建議你就下半年開始時主動安排一次身體檢查或者進行洗牙，以微量出血來應對健康方面嘅潛在風險。這些都係主動化解嘅方法，可以幫助你平穩度過。如果你係在公8月8日至次年3月6日期間出生嘅屬猴朋友，屬於寒命人，下半年運勢會更加有利。建議你整理家中大門口或客廳嘅雜物，保持門口明亮整潔。嗰大門口嘅燈光較暗，可以換上亮度較高嘅燈泡，盡量保持長明。在大門地面放置一塊象徵步步高距的地，有助於穩定和鎖住財運。如果你係在公曆3月6日至8月8日期間出生嘅朋友，屬於熱命人，下半年要避免過度奔波，注意休息和身體保養，出門前多做準備，行程安排不後退緊密，以減少意外風險。以上是3個運勢較為突出嘅生肖。至於其他生肖嘅朋友也不用擔心，命運雖然有先天條件嘅限制，但風水可以後天調整，只要你願意花一點心思，一樣可以幫自己改善運勢。以下提供3個通用方法，無論什麼生肖都可以參考。第一步，清理家中嘅3類雜物。第一類是枯萎或發黃嘅植物，植物代表生機，枯萎嘅植物會帶來衰敗嘅氣場，影響心情和運勢。第二類是櫃子類過期或不再使用嘅調味料雜物，這些東西代表財富的停滯和發草，容易導致金錢不知不覺流失。第三類是床底或衣櫃頂積滿灰塵的舊物，床底必須保持乾淨通風，否則象徵被壓住難以翻身。花1個週末和家人一起把這些東西清理掉，騰出空間才能容納新嘅好運。第二步，催旺正財位和偏財位。2026年嘅正財位在東方，代表穩定收入或正當財富。你可以在客廳或住人房嘅東方位置放置黃色或金色嘅物品，例如銅器、黃色陶瓷或金色裝飾品，這可以穩定正財，讓工作更順利，收入逐步提升。偏財位就北方，代表額外收入和意外之財。在呢個位置放一杯乾淨嘅清水，水面放一個銅製嘅龍龜或銅錢，有助於吸引外部機會和貴人相助。記得定期換水，保持清潔。第三步，整理隨身攜帶嘅錢包或紅包袋。你每天帶在身上嘅錢包就是你嘅隨身財庫。很多人一個錢包用了10幾年，破舊不堪，裏面還塞滿過期嘅單據、收據和雜物，這樣會阻礙財運。建議你換一個新嘅錢包，顏色選擇黑色、深灰色或金色，避免使用大紅色，因為紅色屬火，容易散財。將裏面所有嘅廢紙和舊單據清走，歐票和卡片整理整齊，方向一致，即代表你對財富嘅尊重，財運自然會更願意靠近你。最後我想畫幾句真心話：2026下半年係一個重要嘅轉折點，無論你上半年經歷咗多少困難，從現在開始你可以重新調整步伐，將我上面提到嘅重點和方法一步步落實去做，你嘅情況會逐漸好轉。這些方法我用了幾十年，實用性和準確性都經過驗證。如果你覺得這些內容對你有幫助，可以訂閱相關嘅資訊來源，以便第一時間收到更多實用嘅建議。你也可以將這份內容分享給身邊嘅親友，讓更多人受惠。同時在留言區寫下對自己和家人嘅祝福，嘅是對未來的期許，也是為自己累積正能量。祝大家下半年順順利利，財運穩定增值，家庭和睦，身體健康。多謝各位。